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5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57天。前线总共记录191次战斗。红军城近日有些紧张。报道称，在过去的一天，红军村方向战况出现恶化。俄军很可能已经从东部越过卡金尼托列奇河，控制了这个叫波克罗夫斯克东大门，叫新埃里克诺米奇耶镇。在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安全局特别行动中心阿尔法特战队运用光纤无人机摧毁了俄军4辆汽车、3辆摩托车、2辆全地形车和1辆4轮马车，击毙俄军26人。库皮扬斯克一线，乌军通报称，俄军第6集团军一部组织多辆装甲车尝试突破，但均未能成功。俄罗斯军事博主叫西米诺扬在电报频道上称，乌军无人机部队高效反制。在南线扎波罗热战场，地理定位影像显示，俄军摩托车冲锋队在卡姆扬斯克西北方向的德普拉尼夫中部取得少许进展。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苏梅地区站稳脚跟，俄罗斯人损失惨重，并击毙营级指挥官。经过长时间战斗，乌克兰武装部队解放了苏梅的叫金德拉蒂夫卡，俄军损失3个多营，步兵逃跑或被摧毁。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苏梅地区对敌人造成了新的打击，第225独立突击团完全解放了金德拉蒂夫卡村，这是乌克兰军方在该地区重新控制的第2个定居点。俄军损失惨重，3个营同时被击溃。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第40和第115独立旅以及第30摩托化步枪旅一支摩步营，据了解，该摩步营的营长被击毙。在清剿金德拉蒂夫卡后，乌克兰军方遇到了俄罗斯的步兵，他们被包围了一段时间，敌人进行了抵抗，但最终被彻底消灭在定居点之外。乌克兰国防军已经具备了不仅在临时备战领土上，而且直接在俄罗斯边境地区进行进攻行动的能力。最有可能的打击方向可能是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地区以及别尔格莱德地区。军事专家强调，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防御工事经不起任何打击。在库尔斯克这个方向，第425独立突击团成功进行了一次进攻行动，猛攻了库尔斯克地区叫辛普特村附近的敌方防御据点，并在俄罗斯领土上建立了缓冲区。在这条战线上持续1个月的战斗中，俄军损失了多达2个步兵营。425团目前还抓了一些俄军的俘虏。2025年7月22日开始，乌克兰第47独立机械化旅突击部队迎来了2000名哥伦比亚士兵被编入哥伦比亚志愿营。这些士兵大多是哥伦比亚退役军人，拥有丰富的丛林战和反毒贩经验。7月23日，首批2000多名哥伦比亚志愿者在库尔斯克边境突破战中与俄朝联军展开激烈交火。由于乌克兰政府为外籍战士提供丰厚的报酬，前线士兵月薪高达2800美元，也将近2万人民币，这个待遇还是不错的。这个泽连斯基7月26号晚间，他这个视频发言他说，谢尔斯基将军做了报告，特别提及波克罗夫斯克战线。此外，在苏梅地区，我方部队作战行动取得了成功，谢谢你们，他们正在边境地区消灭占领者，这一点至关重要。根据这个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隔夜互相发动空袭，造成两国各2人死亡，双方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说，过去1周夜，防空系统击落3枚吸血鬼火箭弹和291架乌克兰无人机，2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防空系统击落了2枚制导航空炸弹，36架在布良斯克州领土上空被击落，21架在斯摩棱斯克州领土上空被击落，10架在
卡卢加州领土上空被摧毁，伏尔加格勒和罗斯托夫州领土上空各有9架被击落，4架在克里米亚共和国领土上空被击落。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领土上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各有2架被击落。莫斯科地区夏诺夫格罗德州、奥列尔州和坦波夫州领土上空各有1架被击落。根据乌军快报电报频道援引俄罗斯本地社交平台消息称，乌军的无人机在俄罗斯多地发动袭击，让莫斯科市民度过不眠之夜。至少在罗斯托夫州、坦波夫州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听到了爆炸声。在罗斯托夫州，无人机袭击了新切尔卡斯克市。该频道写道，可能是持续打击该地区敌方铁路基础设施的行动。目前具体后果尚不清楚。在坦波夫州，有报道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坦波夫火药厂，袭击后工厂区冒出浓烟。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位于涅温诺梅斯克市的涅温诺梅斯克弹飞场遭到袭击。该市市长米连尼科夫在电报上表示，请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散布谣言。据统计，总共有37次命中记录。在斯塔夫罗波尔，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一家生产电子战系统的工厂。据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信息政策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介绍，这是一家俄国军工系统中的关键企业，专门生产用于航空和防空部队电子战、干扰战、战斗机和强击机的主动干扰系统、制导武器的电子系统。此次袭击至少摧毁了工厂的2个车间，其中包括昂贵的进口设备和生产线。这是乌克兰精准打击俄罗斯国防工业能力的一次重大行动，直接打击了其空军的技术中枢，这个对俄罗斯的损失是非常大的。由于担心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这个俄罗斯人取消了海军阅兵式。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每年都要举行海军阅兵式，举行的地点在圣彼得堡，具体取消的原因不清楚。据推测阅兵式被取消是因为武装部队的保护问题。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解释说，取消圣彼得堡的阅兵式与总体形势安全考虑有关，这些考虑是最重要的。不管圣彼得堡没有举行，晚年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加里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都会进行分会场，也就是海军节，要搞阅兵式。那这一次全部取消，也就是说，无论是黑海、波罗的海和日本海都没有举行阅兵式。记者们将阅兵取消与无人机的袭击联系起来。那普京怎么说呢？普京说，以战斗执勤状态庆祝海军节是正确的选择。大家看视频。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еще раз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с Днем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Праздник,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красивый, очень нужный, важный для страны, не только для флота, а для страны в целом, имея в виду ту роль и знач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имеют и играют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в целом 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н красивый праздник, 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вы согласитесь со мной в том, что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мы делаем правильно, отмечаем этот праздник боевой рабоче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все на местах, и флот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свои бое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качества.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раздник есть праздник. Я вас и вашего лица, как в таких случаях говорят, есть личностный состав флота. Поздравляю и желаю всего. 普京强调，海军正充分彰显其战斗力，吓得连阅兵仪式都不敢举行了，这就是他的战斗力。克里姆林宫倒是说了大实话，为安全着想，局势不允许。这个俄罗斯人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现实，第2军事强国不过如此，已经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的无计可施，俄罗斯上空已经成为筛子。有分析师认为，最近黑海舰队确实焦头烂额，旗舰莫斯科号遭沉没，
连新锐护卫舰都在克里米亚船厂被炸瘫。真要摆出来阅兵，可能会让乌克兰无人机当作活靶子。去年塞瓦斯托波尔港阅兵时被乌军自杀艇突袭的场面还历历在目。如其硬着头皮讲排场炫耀，结果露怯，还不如低调点保存实力。毕竟俄罗斯现在再造一艘军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连它的最后一艘航母都已经被拆了卖废铁，很多军舰打沉了就打沉了，再也没有办法补货。但是话又说回来，连家门口的阅兵都办不成，俄罗斯的这个海军强国的面子要往哪里放呢？不得不说，俄罗斯经过这3年半的战争已经被打乖了。这个乌克兰部队的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俄正在为所谓的夏季进攻支付高昂的代价。他说最热门的地区是波克罗夫斯克、诺瓦波夫斯克、塞夫诺、斯洛伯兹克、多布罗皮斯克、利曼。我们的士兵们勇敢阻止了猛烈的冲击，并摧毁了占领者。这个7月27号，据路透社报道，密切关注朝鲜局势的韩国情报部门预测，俄罗斯武装部队可能会很快对乌克兰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韩国情报机构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据称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已抵达朝鲜首都平壤进行访问。另一个原因是，据韩国情报部门称，朝鲜已经开始组建新的部队，这些部队很可能会派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为俄罗斯提供支援。此外，韩国情报部门称，朝鲜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并作为回报获得俄罗斯的技术和技术建议。然而，路透社没有提供任何证实此信息的官方来源的链接。也就是最近在红军城双方打得比较激烈，形势似乎对乌军不利。奥地利军事专家古斯塔夫·格罗塞尔表示，乌克兰无论如何都会失去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俄军已攻入该城，不过若基辅政权决定放弃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格罗德城市群并撤退，仍有机会保存部分守城兵力。乌克兰领导层需紧急决定，是要继续防守波克罗夫斯克，承受兵力损失，还是撤退以保存部队用于后续战斗。乌军总参谋部若决定防守该城，就不得不从其他战线抽调预备队增援此处。现有防守兵力明显不足，而预备队的调运需通过俄军炮兵和无人机监控下的剩余道路，这只会加剧损失。问题在于，他们必须通过几条处于俄军炮火覆盖下的补给线调兵入城，尤其是那些易被俄军无人机侦察到的道路。实际上，这个红军村固若金汤。从这个泽连斯基和谢尔斯基的说法，这个红军村已经打了1年多了。我记得去年还是今年上半年，曾经红军村也非常紧急，说离这个市区只有1公里，最后也是安然无恙。俄军一直有谎报军情的习惯，谎报军情的最大害处就是让俄军高层军事部署出现错误，导致战略失败。你比如说2024年11月，纳季阿纳尔什金因多次谎报军情被解除俄罗斯南方集群司令职务。当时其下属卢甘斯克军谎报占领了塞夫尔斯克周边叫比洛格里夫卡等多个关键村落。阿纳什金明知信息不准确，仍向上汇报，导致高级军事部署出现问题，最终被上级追查后撤职。同时，俄军南方军区第3集团军司令参谋长以及下辖的第123摩步旅旅长、第7摩步旅旅长等多名军官也因同样的原因相继遭到了解职和逮捕。也就是实际上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从前国防部长邵伊谷开始，那就是谎报军情。邵伊谷人送外号少诚实，在所有的战报后面直接加一个0。我们再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24日对记者表示，已经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一项协议，乌方
将向美国出售无人机，预计合约价值100亿至300亿美元。这个消息咱们说过，但是 CCTV4 进行了报道，大家看视频。当地时间7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观了一家无人机工厂。Я зустрічався із цими хлопцями, представниками цього виробництва, і з іншими виробниками, і вони знають, що наш запит 1000 перехоплюючих на добу. Якщо зможемо робити більше,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велика допомога.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24号对记者表示，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一项协议，乌方将向美国出售无人机，预计合约价值100亿至300亿美元。Yes, today we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in certain types of drones. Ukraine, inde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experts, they all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eede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se technologies, and to have this as part of your in defense, because a new war is technological.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10号签发备忘录，对美军的小型无人机政策进行重大改革。他表示，五角大楼将撤销阻碍无人机生产的政策，批准数百种美国制造的产品供军方采购，加强无人机制造业产业基础，同时推动与无人机相关的新技术研发，并按照实战标准将无人机融入一线部队的日常训练。赫格塞斯要求所有军种都必须成立专门的无人机部队。So while our adversaries have produced millions of cheap drones, before us, we were mired in bureaucratic red tape. Not anymore. 按照赫格塞斯的说法，无人机是近些年来最重大的战场发明。据《纽约时报》报道，美方官员透露，近几个月，俄军在俄乌战场上高达70%的死伤是由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的。俄乌战事持续近3年半，交战双方不断加大无人机产量的同时，无人装备的技术和战法也不断变化。Але у нас є права інтелектуальної власності на це. Ми це через себе пропустили. Ми добились того, що він дуже гарно керований, він легко пролітає своїх 15 кілометрів. 这个报道也算是正面报道 ，CCTV 能够正面报道乌克兰的一些战果和进展，这也不容易。美国的一家公司正根据五角大楼协议，向乌克兰提供3.3万套人工智能无人机打击套件。规模达此前交付量的10倍，并且其提供的一套系统可将普通无人机升级为抗干扰的 AI 武器，具备1公里外追踪移动目标的能力。俄军这回又有的受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对于等待俄罗斯采取行动结束俄乌冲突的耐心正逐渐消退。卢比奥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6日播出的采访中作出上述表示。卢比奥说，尽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通话，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让特朗普越来越感到挫败。现在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我认为总统已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不再愿意继续等待俄方采取行动来结束这场战争。这个美国人又是在恐吓这个俄罗斯。当地时间7月2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莫斯科目前不考虑未来如何与乌克兰构建外交关系，首先需要完成特别军事行动并达成目标。佩斯科夫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对记者说，俄罗斯首先需要完成特别军事行动并巩固其成果，之后才会考虑与乌克兰后续关系问题。目前这一问题并不迫切，也没有人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原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巩固特别军事行动所设定的任务实际完成情况。说来说去，就俄罗斯人还是要侵占乌东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我们看俄罗斯国内，俄罗斯7月份烈性酒价格创纪录上涨，伏特加、干邑和朗姆酒价格上涨12%到15%，威士忌上涨5%到7%。预测由于新年需求和消费税调整，预计到12月烈性酒价格再上涨5%到8%。再涨，俄罗斯人酒都喝不起了。
俄罗斯国家杜马提议对批评俄罗斯国产产品的公民进行处罚。议员诺维奇科夫认为，公开贬低俄罗斯品牌不爱国，建议对诋毁国产产品的行为引入行政处罚。这个比大国还要严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多次承诺不会派年仅18岁的义务兵前往乌克兰参战，但 BBC 俄语调查团队发现，在过去2年中，至少有245名18岁的士兵在乌克兰战场丧生。报道指出，俄罗斯政府近年来推行新规定，使得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可以绕过义务兵制度，直接以合同兵身份加入正规军队。伴随高额签约奖金和密集的爱国主义宣传，越来越多青少年将从军视为一条出路。高额的奖金让这些未满18岁的人去了俄乌战场，去了乌克兰，然后命丧乌克兰，成了耗材。7月27号，俄罗斯圣彼得堡叫普尔科沃机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该机场超过100个航班延误。据悉，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伏谢沃洛日斯克地区的居民听到了爆炸声。俄罗斯人已经越能亲身体会到战争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根据外交事务专家吉弗里·曼科夫分析说，随着普京将兵力调往乌克兰战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等国近期不仅签署多项双边协议，更开始驱逐俄驻军，并将莫斯科排除在关键谈判之外。2025年初，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没有俄罗斯调解的情况下签署了费尔干纳古地边界协议。3月，他们在胡占德与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首次三边峰会。2023年，阿塞拜疆重新收回纳卡地区，亚美尼亚停止购买俄罗斯武器。2022年至2023年，他订购了价值15亿美元的印度武器。现在，他正转向西方和印度的供应商。2024年，大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将达到948亿美元，是其与俄罗斯贸易额的2倍多。也就是这些中亚地区，俄罗斯正逐渐丧失对后苏联国家的影响力控制，也就是俄罗斯逐渐的势力要从中亚这儿退出。现在就这么一个趋势这个由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现在动荡不安，都有远离俄罗斯的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普京是千方百计的想抓一个是一个。普京就俄吉两国伙伴关系宣言签署25周年，向吉总统表示祝贺。就俄吉两国永久友谊联盟和伙伴关系宣言签署25周年，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表示祝贺。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电报称：“尊敬的萨德尔，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普京表示，他相信通过共同努力，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将确保双边关系进一步蓬勃发展，并在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多联体上合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框架内保持建设性协作。也就是普京已经没有办法了，在中亚能拉拢一个是一个。吉尔吉斯斯坦据说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工业，只有农业、畜牧业，人口也很少。普京现在是拉一个是一个，但是这种廉价的拉拢没有意义，约等于普京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3年别的不说，大哥这风范差不多已经打没了，大哥的牌面现在确实也讲不起来了。现在唯一值得一提的，也就是跟朝鲜打得火热，已经是众叛亲离。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